前方料理处，请一个日来核证安神啊！来，我可能你将法讲清楚，你一定对嘛个？我夫人无言无故，很死的小心。然后无言无故有了此后的对三个调，夫人爱求你老爱讲好无？错个夫人，老人几经年迈。还只有天爷一个来耶，希望海上海死，希望那个如春风生。刘妹，莫有一次啊！不会去。更加放起来，你两人相信爱，我要去探探消息，哪有消息？我一天马上去核站通知你两声啊！安尼就多谢夫人了，多谢为生意啊！天哪！从天将爱去，公道，天哪！爱出娘君门口上爱数天年，吹过姿态。我无愿意本人埋没在了乡野之间，我上京求了公娘，想不到
想不到了公命反生我个崔夫人，透过你楚天人的投诉，已经我有耳朵你了无怕不服的青天，假青天，难道我命中注定？我只有行业的梦世上黑梦，做唔得，做唔得，做唔得！我家中还有落爱，还有姑娘需要爱，我做唔得事，我做唔得事，不要爱出现我眼望，不要爱出现我眼望啊！楚公子，不要爱出现啊！楚公子。你嘛人，我是蔡地府的儿，名行水云啊。好，你就会继续混用无敌蔡地府的儿么？后来只见后强天，你呀不变的天一变。我不盼恩罪主权，盼一年我丢个个见，我都想去探看下咧，那个分用阿爸，叫乜嘅个见啊？水势之内水家变，我也已经打错江沙新渐渐。哼，这是将案情查明就是了，为何将来打你俩死路去了？你讲啊？这是为了先报公子在牛边，在内将那事情言，事情言。听人讲，系人误会记咯，给俺用心。这个案情查了样办啊？这凶手已经请到了啊！哈，蔡小姐，今日根本以来，还没有表来出去呀？哎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还随时蔡地府的意，也不能自作主张。对了，你看，哎呀！看，好好，爷爷，是啊，娘啊，孙子，你用啥用我来养你嘞？黑夫人，你来救我爹哇！啊，对，发生乜嘅事情啊？我再动不了，我相信。我今日一件事情就能水落石出，万一大家一个公头啊！岳父啊！晴天啊！我话要来你啊，来要生路线路那，但愿用手来变那皮脸哦，变皮脸啊！
切就比了水源，以后能好好让爱通下个。这个自然，我老水源上讲就恩爱神仙的见笑啊。好嘞，饮酒。哎，父亲啊！啊，哎呦，那个保庇心肝呢？来，坐低啦，我叫来对下面，佢俾外张老外西郎就我那讲2000块，喊佢以后啊，我好好对待你啊。係啊，我父太人調教得好，受世嘅天，不會辜負我的愛情呀。好嘞，你條黃細良啊，唔好再富薄了，掂唔掂嘅手啊？對了，父親啊，芙蓉，我特別準備了送定嘅米酒，要來敬你2人啊。吓，唔做乜解兩係見照啊？誒，錯啊，成講見照嘅理由啊。這一定要先領2個張來讓你講啊。好，對，啊，先你莫再嚟講，來停落去。來，酒飲罷了，你做乜解要兩係見照？講過一趟。父親啊，你一不求父仕途黑通，你不敬仰從書，敬仰乃是父親為了你，既然辜負重生，光顧你青天的美名啊！素云，你確定你自己在講什麼啊？若有人不敵，除非己莫為，你真慚愧。真是替父親唔他啦！素云你，愛子，你在見為父係乜雞啊？係敬父，係敬愛目足強命，教不了一個無情無義、聖人脱干嘅異國情書啊！素云你都講乜東西？父親，我全地了。你咪開玩笑好嘛？我冇開玩笑，竟然我空菜連後，條堂你留下對話，這陣觀眾你，你當你咪同殺書，我就會叫佢條破適良啊！不過破適良不愛救了，伊個妻子已經先走脱書了啊！哈？素云，馬上喊你彈做主張啊！父親，莫以為愛做主宗，父親係天啊！父親係晴天，你的夢啊！你敗了我的太師！父親，我父太人事到已經，按照2個人所講嘅同主公詞，我再講，我此現在所講已經死了，冇按樣人，之後派人都在港外所在實施楚天元的妻子，以得母親，按樣人我就可以公正。我政府有，哎呦，有乜嘢？哎呦，做乜東西？都是我暗頭。我在你嘅手中，用痛的哦！不知道，我依啦，救你啦！哎呦，父親，一哭莫叫啊！我叫。素云，你點唔點？你下你點唔點？你做乜雞呀？父親啊，父親。
财富抹在晴天的面上，来只有爱你幸福的快乐。你一个本色聪明的人，难道让不得父亲的苦心吗？为了不把你翻上欺君太岁，你只好行上了一步，因很爱此嘅，与父亲无关啊。虽然你父说什么，事到如今，阿爸一天不来报复你，切定唔该容易背上失言嘅催命。就讲佢委屈此杀嘅父亲，人係你此嘅，真人配命也係天理。你只求父亲答應就一件事情，當作查明真相，用天眼出來，本佢全家團圓為父親上有。真相就不以世神太害呀！你不要胡說，我講眼到，一切要阿爸安排就好。父親，你難道還明白嗎？得了父死，你就算含在世上，也不會心安啊！要辦？哎呦！所以，父親，你是那酒托。你说你不好，你陷好你苦了。我也救你啊！报仇！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好极！父親，好極了！哎呦！啊，所以好極了，我嘅心肝寶貝，我嘅心肝愛你，所以好極了。父親，阿爸們保護你，好極了。你，父親，你，父親啊，所以太人。多亏你推爱世情阎王，也给太恩太德永生难忘。顽皮莫可报答，送我全家人一把呀！好，上边强气，来伸手不去，你这样的太厉呀！太人哪里给发？要不是我给帮助，万生根本就没今天呐！错啊！哪里发来？那没猜太人，你愿意太医面前
在了奉送面头前，会说明真相。不然个鬼死个楚天人，抵到某路口走，怎么来委屈吃晒？真相也唔会太怕啊！对呀、对呀、讲到个楚天人吼，嘿，做咗有根本日咯，继续畜生啊哈！做先吃牙来嘅，还要在对上嘅用啥？家在你太难不是，啊唔过就可怜到蔡小姐记。糟糕，既然对了两个法器，还暗用个读书，这个心肠真是弄脱啊！莫再说了。你这多多节外顺便呐、才做儿女是那神仙。相信万一个名节与身份，也就会虽然最大的心愿呐。多谢蔡地府，你向奉送证明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万得我的情怕。虽然讲万岁爷不能为我一人开了天师，不过也帮我眼光的职位。做得讲我是因祸得福，所以讲咩？你人生呐，就莫看表面，看起来就会灾难，那必然呐。你看呐，好上创业，嘛爱看这个官位有钱么？怎能做太高？你看也罢。那个字得到皇上的赏识，还有官位呀！对呀，灾难也可以讲奇事，而奇事也可以讲灾难哟。青天有眼，实在不可欺瞒啊！冇错，已经我来上任咯。将来我要是做了父母官，我就学习蔡地府。你探案的精神，老李啊，贴片办案的书法啦，见笑了，哪里了。法？一次恩过，我上任来去咯，恩过，在此送我一拜呀！真正强天的老爷，你是青天太老爷，太老爷。我是青天太老爷，我是青天太老爷，我是青天太老爷有看到吗？一起。
我岁月，我每前天睇路呀！天啊！你把我的岁月啦！